现在也有粉丝来让我出去噻。同为退休人员，一直看你视频挺有趣的，想有机会跟你认识认识。不晓得我了，我就没得啥个呀。你为亲子2个来死了，现在。先给我测一下头皮啊。头皮比较薄，掉发比较严重。哎，怎么办呢？做一个头部康养，我们的洗发水比市场上他们卖的都便宜，31500，300瓶产品。我考虑考虑啊。啊呸！看我3万1斤，没300瓶大地水，真的把我晕彩骗给。怪不得大清来再开始起床来整我。帮我问还是搿种人，请我到大别山去旅游，嫌我2万7千块没领主班之分。5月份的辰光，还是搿种人带我到杭州去白相。啥人晓得是领我到天天乐去大男子，8万块洋钿，坦白一点点血本富贵。看来人和人之间真的只有永远的利益。不过搿2个辣妹呢，但事业还叫弄热弄着。投入邻里中心，我要做98块钱3次的护理。哎呦喂，那让人家是人发到我头发也脱光了嘞。你又不是假头发。现在又是干嘛？测头皮。今天已经是第2回测了。整个下服那么孩子啊！你是怎么找到我们这里来的？我是听见新闻讲的。是不是你们家的那个王母娘娘？全苏州市都知道了。你王母娘娘样子点人高，穿出来只发啥白头发。你讲周子美还嘛？周是我才寻得一搭来着，这次也没高低便宜。哎，我再问一下，98 3次我还能来2回是吧？是的。哟，你看里的呢哈，出3万1千，我还拿公司金牌会员资格，我收入起码10万。哎呦娘，还是快点再差4根。